10幾萬嘅單位到底係點嘅呢？今期視頻呢，我嚟到合戰東部灣嘅睇下呢間露台嘅一個景觀啦我哋睇得到樓下呢就係沙灘啦同埋海景啦不過呢合戰東部灣沙灘嘅集中嘅區域係在我哋右邊嘅咁呢間單位係47方嘅，總價只需要148000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接落嚟睇我呢條片啦。咁依家咧，我哋係嚟到76座嘅一個單位啦，20樓嘅一個中高樓層嘅。我哋睇得到呢邊係走廊，呢邊係有一個山景嘅。咁呢間單位嘅話，佢係在端途位嘅一個隔離啦。咁我哋呢邊係47方嘅一個單房，相當於從入門開始咧，全部可以望得到海景嘅。入戶開始呢邊其實開發商係一個簡約式嘅一個交標啦。咁業主呢邊自己換咗一個智能密碼鎖啦，同埋左邊呢邊都有一個位置可以擺呢個鞋櫃嘅。咁呢個業主咧，因為比較少個人呢邊住啦。其實個人嘅衛生嚟講係做得一般般啦，冇咩清潔啦，洗手間呢邊都係一個乾濕分離嘅，後期可以自己搞一個玻璃啦，咁都係簡約式嘅一個洗手間，不過咧有一啲逼咁，比較細嘅一個馬桶位置，咁當期上開發商交標嘅呢個洗手盤同埋嘅鏡都係有嘅，咁呢間單位佢係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啦。開放式呢個廚房嘅話，其實咧燃氣呢邊係在露台嘅，相當於有啲業主中意將呢個廚房咧改到露台呢邊。露台呢邊等陣我哋可以拍攝一下有一個燃氣標嘅。咁入門呢邊嘅話，我哋睇得到呢間咧業主擺咗1.2米嘅雙床。咁其實咧一般嚟講擺一個1.5米或者1.8米都係 OK 足夠嘅。睇得出呢個業主當其時應該係交俾酒店託管啦，民宿嘅一個管理，做得都係一個簡約式嘅一個裝修佈局設計啦。後期可以按照自己嘅一個風格，自己再重新去執修啦。咁其實76座呢邊喺2020年收樓到依家都有6-7年嘅一個時間啦。我哋睇得到開發商呢邊嘅一個牆身，包括呢邊嘅一個頂，其實都係保持得比較新淨啲嘅。後期呢邊自己只需要配飾家私都 OK 噶啦。業主再擺埋呢個躺椅躺喺呢邊都可以睇得到海景，非常之溫馨。咁我哋呢邊睇得到露台啦，都係比較闊啲嘅，開間都有1.8米左右啦嘅一個開間。目測落嚟呢邊嘅露台都有8個平方左右啦。呢邊嘅話係一個燃氣表，相當於其實後期呢邊嘅話可以將廚房啦擺喺呢個位置，佢都係通燃氣嘅話，通燃氣嘅一個位置。咁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嘅景觀啦。我哋呢邊嘅一個方位睇得到樓下小區呢邊嘅一個園林啦，同埋嘉兆業嘅一啲沙灘啦，再往前面係融創嘅一個位置啦。咁今日我哋揀咗落雨天過嚟，啱啱好過嚟咗之後咧，都係晴天白雲嘅。咁前面呢邊嘅樓宇在我哋呢邊都係屬於二期嘅一個方位啦。咁呢邊係比較後期開發嘅，相當於都已經過咗6-7年啦。咁合戰東部灣從開發到依家，2011年到依家已經係有10幾年嘅一個時間路齡啦。咁過咗嘅一個時間段比較高啲，所以其實在一期呢邊我哋睇得到樓宇情況咧係比較高啲嘅。不過呢邊70幾座都係 OK 嘅。咁總體落嚟10幾萬買一個望海景，樓下只有一啲沙灘嘅一個單位嚟講，總體啦呢個景觀都係 OK 啦。咁主要嚟講，合戰東部灣咧最靚嘅地方都係呢個最大嘅一個遊艇碼頭啦，係惠州市最大嘅一個區域嘅遊艇碼頭。同埋咧西班牙嘅一個裝修嘅一個外觀設計嘅風格。咁交通嚟講嘅話，樓下呢邊嘅話佢係有公交車可以去到惠東嘅。包括嘅話樓下呢邊嘅巴車係同10里銀灘一齊
京橋巴士去到深圳路啦，同埋蓮塘。咁整體嚟講嘅話，其實交通最方便嘅區域都係去到碧桂園呢邊嘅一個3期或者5期、1期嗰個位置啦。在合戰東浦灣呢邊都係需要自己再揸車從十里銀灘嘅維港半島再揸車過嚟呢邊，大致5-6分鐘嘅一個車程啦。咁整體嚟講，呢邊一定需要自己有車，會方便居住啲啦。所以10幾萬嘅單位其實咧，主要嚟講，如果買一個海景單位，可能生活配套咧係冇咁成熟嘅。咁樓下簡單嘅一個便利店咧，餐廳係有嘅。不過所有集中區都要去到十里銀灘嘅一個區域啦。圍落嚟呢間單位從房間入門到我哋呢邊嘅露台都可以望得到海景，單價只需要3000幾蚊。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掃描上方嘅二維碼。更多平嘅筍嘅嗰啲房源，我哋會再次推介俾大家。今期視頻講解呢邊，拜拜。咁依家咧，我哋係從76座揸車落去到1樓嘅一個位置啦，即係下面嘅一個商鋪嘅中心體啦。其實從外觀嚟講嘅話，2期呢邊會比1期會新啲啦。其實1期嘅外觀咧會更加高啲啦。呢邊係70幾座嘅，前面仲可以睇翻一個海灣大橋。因為頭先我哋拍攝呢間單位咧，佢主要嚟講係望嘅佳兆業嗰邊嘅一個海景，係望唔到海灣大橋嘅一個景觀啦。過嚟呢邊一定需要自己揸車。有啲嘅粉絲朋友會問，其實呢邊唔係有穿梭巴士去到每1期嘅咩？其實都有，不過咧佢嘅班次嚟講咧係比較少啲嘅，1個鐘頭1班車，相當於嚟講咧冇咁方便啦。咁一定需要自己揸車會方便好多啦。從下面揸車上嚟都需要大致5-6分鐘。頭先行過去嗰部車就係裏邊嘅一個穿梭巴士。呢邊係73座，有小區嘅綠化做得都好靚嘅。呢邊係一個4班。